看那因为个短片，大家是第一绕墙个故事嘿，马莎咧，其实你哇，你一讲新鲜推介，客家创作故事，叫啥名啊？大家都兴起，客家有王怡涵分享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冯日涵。嗨，耶，好开心哦，亲分享哦。为什么你的脸有点那样害羞害羞哎？因为来给谁给你给时间客家的 IU 嘿吗？嘿，那个 title 我有点害羞。那你今天要不要就是讲一下为什么是客家 IU？ 哎，注意哦，是客家 IU， 不是客家 IU 哦。U 客家 U 是客家国语 U， 对，你要不要讲一下？其實我懂中醫 IU， 對，嗰時候我韓國嘅明星，對，也請等一下，又很紅，然後很可愛的國術，其實我在唐我中醫跟影樂嘅時節，就發現感覺哦 IU 的什麼歌很好聽 ，IU 的哪一個很讚，然後都會推薦我給我的身邊的朋友。然後我朋友就會覺得說，哎，聽一聽 IU 的歌，然後在唐矮衝狗的時，就會覺得，哎，好像有那麼一點點聲音有點像，所以後來他們就開始就，哎，那你不是客家 IU 嗎？然後後來我就，嗨，對，其實沒有關係，雨涵就會暗髒的。我們講雨涵有點害羞嘅感覺，就會知道講好像有點不好意思。講來客家 IU 沒關係，我們就接受，我們就接受，我們相信王怡涵就會。以後的超越的IU 做的哈，對，不過今日真嘅請馮毅做的唱到雨涵來到鴉片哈，還是要講一下了哈，經歷了這個金曲盛世過後，我們還是要很開心啦，因為這是一個很棒的一個里程碑，對不對？要不要現在來講一下賽後感想？其實禮拜嘅金曲獎對我來講，我覺得很好玩，因為禮拜在高雄。在高雄辦這次大一起就是搭高鐵下去，對，我覺得最好的是因為他有提供那個酒店給我們住，就飯店，然後就是在那個金曲獎結束之後，我就有去喝一點酒啊，然後去附近晃晃啊玩玩，對，所以我覺得對我來說是一個很特別的一次旅行。對，你看雨涵請等一下，看下 CMO 嘅吼，佢咩講啊？我剛講一樣嘅，然後我一般用嘅，他說哦，我知道係一個很特別的旅行，因為有高鐵票，也有住宿，對不對？啊，又住得還不錯，這樣，對，我知道呀，真的，我覺得它就是一個音樂的盛會，好，大家按斗跟音樂人齊聚在一起，然後一起在高雄按有個梯棚，大家相聚，就是一種親厚跟交流。我的感覺是這樣啊，哈，因為我是看，因為本身不是音樂人，所以沒有距離那裡很遠，可是我可以從你們很多的分享感受到，那就是一個音樂人的一個交流的 party 按給剛剛哈，所以其實我是跟雨涵講，所以你今年是入圍，對不對？然後入圍就是肯定算很老套，可是我是覺得你未來的音樂還有7、80年要走，所以現在才是開始哈。所以今天呢，他們特別幫主持人準備了一個叫做有咖啡也有蘋果派，是10年的哦，其實是給你的哦，真的哦，小心拿，這是我們的企劃鐵柱。對，哇，好讚哦，好讚哈，對啊，所以先給你看，等一下錄完才能吃。好想吃。對，哎，這個曾景黑鐵柱中午就是青椰給師姐，她太感動，騎車去買的，而且她買的時候，她還這樣跟我講，她說哦，我想準備那個就會給兩個東西給雨涵，我說為什麼？她說我想安慰她一下，感動，所以我就覺得說這個一定要在這個節目正式的送給你，這樣子，對啊，好，是他的這個心意啦，好，也是製作單位的一個小小心意，就是我覺得以後的這個音樂的路還很長，對哈，我們還是期待你有更多的作品，好，不過今年哈可以再一次的邀請到客家嘅 IU 的都鴉片，所以我還是要 sell 給一下，這個是就是今年這一張專輯，對，我覺得我們還是要讓。可能聽過或是還沒有親熟悉嘅觀眾朋友同大家的共享，你這一張其實是以很不黃雨涵的風格出發從在IT 中有時有嘢出嘅時節，大家就感覺雨涵係清新民謠風格創作的一個 CMO 的，在第二張那怎麼會突然這麼生氣的感覺？對，然後就突然唱的是流行搖滾。雨涵怎麼了？感覺而且我周麥比有一種叛逆的感覺，對不對？為什麼？
因为俩个转系讲的是用路给霸凌，对。那在我的生活当中，其实有按多个事情，就会同网络一起的，例如说上课的时候，现在要视讯嘛，然后有时候工作的时候，我们可能是云端的去跟其他人做开会啊，或是连线的动作。那很多人呢，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，没办法出席，那他们就会在网络上可能多抒发自己的心情啊，或者是停留在网络上时间就会很久。对，那可能大家就会觉得说，哎，妙如还懂词语跟提讽，那我是不是就可以打说我想说什么，或是我打出我想讲的话，都不会有人管我呢？那可能衍生到后面，大家就会开始变成恶意的攻击。可是他不觉得说他在攻击别人，他觉得这是言论自由。那我就会觉得每个人的道德的底线好像会越来越往下，因为现在非常的自由。那我希望大家去重视面路霸凌这个事情，所以歌手来踢术喜空就会很愤怒的那种摇滚。我以前从来没有唱过曲风，让大家在听的时候就想说，大还慢耶，雨涵，怎么会呢？他不是亲文友吗？对，创作个 C 模的才女，怎么会这么愤怒？又还摇滚，对不对？还讲巴黎，爱用给故事，爱用给杠稿，对，让大家一开始就先破题哇，直接讲的就是霸凌这件事情。对，你自己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？我自己非常幸运是没有。好险，差一点。我刚刚才以为讲我自己其实没有，还好没有。不过雨涵有讲到重点，他真点黑影逼，他胎嘎其实跟网络的粘着度是很高的。对，什么事情我们都用网络，而且上面有青豆给空间，就像你说的，所以人际关系也都线上化了，对不对？不像以前的实体互动，因为这样子也真的带来一些伤害，所以有蛮多青少年以为按有给管黑，有青头给人际焦虑，对，比如你在这中间，比如他这个人是不是在骂我，你会自己去对号入座，没错，对，还有说为什么他没有跟我讲，然后你就会开始没有信任感，甚至真的是恶意的攻击跌低度哈。所以其实我觉得你说网络霸凌，其实也是现在时下非常接地气的议题。还可以杠狗会暗用你。你公海蝶，因为雨涵其实是混血，可以这么说吗？可以。算吗？算吧，或是不算，因为妈妈其实是华侨。OK，对，但是所以你自己因为这样的身份，也曾经有一些被霸凌的经验。有这个就有了。才爱这个时间，因为以前叫做外籍新娘，对，就是现在正名为新住民，是对，因为其实外籍新娘这个词。它有一点点为歧视的意味。妈妈是印尼华侨，对不对？对，在贵州的时节，我同学老爱讲，就是你妈妈是印尼华侨你妈妈是外籍新娘，那这样她会不会偷了钱然后就跑掉啊？这样贵州的时节小朋友因为不懂事，对不对？那我堂豆当时就想说，他怎么会这样说？我妈妈又不是这样的人，但是很想跟他辩解，可是又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对，所以呢，我就用了我自己的方式，让大家安静。就是这个时节，他不就是比功课吗？对，或者是比功课，比不过就比体育这样。所以我那时候功课就读得很好，体育也练得很好。然后大家就不敢再就是。我知道你的感觉是这样子，你要用功来，对不对？拍谁来第一名？对，体育第一名。我现在音乐第一名，而且我现在客家音，是不是这样？类似，因为大家就会真的是不敢再可能再说你一些什么啊。对，那是贵校的时间。那太后的时间又有发生类似的事情，就是我是客家人嘛，来到台北之后就很少遇到。会讲客家话的客家人，对，可是我讲客家话的时间，大家就会哇，你客家人哦，哇，你这是会说客家话的客家人，那你出门是不是不带钱包？等一下，然后我就会想说，这到底有什么关联？有什么关联？真是很好哈，其实。拄着下个社会制度，还会拄到安用个事情，其实以还有动作个故事，就得到大家的分享，大家先聊下，你等下怎来讲。
咪豆翻译走的绕墙都嘿，你改哈嘎改重做够修翁雨涵哈。其实一路看着雨涵成长，都压哈哈，吃豆雨涵还一个亲大表给谁模耶，不管在自己的创作上，还是在各方面的学习哈。其实给真给好些个东西亲豆，可以共沟个时间哈。哇，唔单止哈嘎巴的练习哈，还考你几句印尼话，下连很贵发呀，讲都清后。你真的是很厉害耶！你到底要多厉害？没有想说，因为有兴趣，能学什么就慢慢一点一点学起来，最后也会变成自己的东西这样。不过上一段节目大家啊，讲到不管黑新妈妈黑新著名给省份，然后也他讲一个省份，其实在沉重嘅高场底度还是有一些霸凌嘅问题哈。其实我没以为，我都太后嘅时间，可是我不知道那是霸凌，因为面我哋客家中台嘅，古种我冇乜嘅，而家你客家你愛你用用，我就知道大家就會按用你。不過我都太好嘅時間，我就有同先生講，嘅客家人吼嘅腔下嘅時間，大家都講客家話，他們是真勁吼，很沒有水準嘞。我心想說啊，欣賞哎，對，就是你就得唔過嘅很久以前，雨涵是比較近代，我是古代，不過我就知道了哦，原來。真的给粮食，大家会知道哇！你讲你的母语的时候，其实你喺大家都清楚地讲述嘅，如果亚某强容哎，亚真经我要珍惜你可以拥有这个语言，你希望看有个语言黑共消失，黑共没退。那是一件多么可惜的事情，黑吗？哈，我说呀哈，做得讲客家话才是王道，你知道？你看我是个什么态度？大家讲好来讲客家话就会按用人哈。不过讲到鸦片的世界，其实我知道。因为雨涵基本上唔单止系同大家来说给自己沟通，我觉得雨涵要在什么人真的挺有意思，有很多的面向，希望大家都得多了解哈。你看亚也有自己的 YouTube 频道啊，哦，其实你可以讲你 follow 几个 IG 哈，哦，真的一下又跳舞，一下又冲狗，你真的很废。你知道吗？客家国语很废，超废的你。对，不过还有它有一些很特殊的习惯。唐公，你可以用水母台的时间，你会听一个很特殊的东西。嘿，这个东西叫做 ASMR。大家可能唔知，所以讲较清楚一些。翻成中文的话，他们会说是颅内高潮。你看那个影片啊，糖给嗓给时间，就会觉得哇，好像全身酥麻麻的，然后听久了就胸会酸麻嘞。它是一个入眠的一个对，大家可能唔係按了解吼。你譬如講你睡唔睇嘅時候，有人會他關嘅聽廣播有冇？希望就會談影哦。你可以講一下你聽的內容是什麼嗎？哦，我聽的內容是那種，例如說像這種木頭桌子啊，它跟另外一個木頭互相摩擦或是敲擊的這種木頭的聲音。古作給就按用，就按用聽聽。對，然後你就得按用彈一整個晚上，因為它影片都超長，可能4個小時啊。或是12個小時，你就真的戴着耳機這樣子聽，就聽，然後就睡過來，然後你就一直聽到太感有堂洞，我就會木頭，就要有你哦，就這樣子，對，胸中給嗓按灸，好，然後就會覺得哦哇，好像因為它被每個頻率都差不多會按有你，這反而變成一種好像以前。有人会说白噪音，按用给干不够，按就睡台哈。可是说你对按用的东西亲有兴趣，所以你自己这张新专辑，你开箱给时间，你也是用这一招。也会在想说，如果开箱影片做的有趣一点的话，会感觉很好玩。可是这一次就跟公司说，我想要来拍 ASMR， 大家都是。什么是 ASMR 好奇怪这样，我就说我先拍给你们再说，然后就自己拍完自己稍微剪了一下，就变现在的影片了。然后你分享的时候有没有收到很多的回馈？有大家都说这是什么啊？就是后来才发现，原来台版第一两个东西。对，而且你花多久时间拍它？大概半小时左右。台港亚就有看到哈，你看他这的真的很疗愈耶。对，开始用一些有一些声音，然后它2个麦克风是有分左右耳的哦，所以你戴的时候会感觉这样过去又过来，立体声，对，没错。好 ，stereo 立体声，按钮可以干不高，对，架2个麦在，而且重点就会你自己拍的时候，你自己的表情也很享受哦，对，对，你就自己很享受，哇，原来是按钮个嗓音，对不对？好，你看这。黑妹太家以面按用，又多再更认识你，就会按用给谁么？不过金木哈，真给你说，请到这个哈嘎给 IU 雨涵来到亚片，怎么可以不听他唱歌哈？这就是我们要好好利用歌手的地方啊，对不对？一种现场演唱，对。不过
亚树狗口夏夜，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？亚树狗口名多，他家黑半夜12点的时候。你会看黑夜猫子，超级夜猫子。你真演黑夜猫子，就是晚上夜行性动物出来，可能白天的时候会很想睡觉，晚上的时候就会很清醒。有时候他的亚树狗 Q 就会在半夜的时候完成的，很安静的时候。因为我觉得这段时间是我最能够沉淀自己，然后让自己去思考可能现在遇到的问题啊，然后。慢慢的想完，得到一个解答之后，天也亮了，然后我的答案也找到了，就可以睡了。对，可是黑不黑要联络你就下半夜联络你就可以了。白天可能找不到，半夜黑公太太有没有事情，半夜赖给会回你啊？因为他是清醒，很快就回。那今天要给我们带来的亚树狗 Q 冲吗？好呀，那就有请所有的乡亲朋友听哈来聆听哈亚树哈呀。你到底什么时候要开演唱会？今年会再开一场，耶，太棒了哈！你看哦，雨涵黑一个清等一下给 Samo 耶哈，他个性清等一下，你看给创作非常的温暖，然后让他台感哈，慢慢的可以看到雨涵更多某 Q 给面向，非常的多元发展，我觉得以后他也会变成演员，以为周星啊又按了给。感觉就按样后，大家感觉可以拭目以待哈，看他家给创作才艺沙哈的有用的一个作品，对不对？不过更多新的作品，我觉得你真的是像能量大爆发，台北反应有新专辑也在制作中了，对，才给演个应该是9月会出，很快。因为第一张的时间遇到疫情啊，所以他往后演的时候，大概有三年，那某事情做得做，那时候就做得下海信钩，对，所以去年的时候其实已经写了，然后今年就是金曲奖过后就正式的走到制作期。就录音期的，对，所以现在正在准备新专辑，好期待哦！莫一嗨什么时候会正式发行？那个时间，目前还没有定那个日期，但是我们就是会定在9月份这样，9月对初或9月底都有，所以今年就应该会正式发行。对，今年。哇塞，好期待吼！你个乡亲朋友，大家是不是动好气啊？所以香港都大家个下年总改转是黑马改曲风，对不对？你看呢，这个亚中今年的这一张，我们刚刚那张专辑是不一样的黄雨涵，对不对？那下一张专辑我会用给黄雨涵，我们真的是很期待哈。不过大家先聊下，然后才你等下张总会讲你黑马改专辑。
俩笑面容，温度涨红，trái吃着哈，乃洒漫漫的秋天江畔，春风会带走旧家。Bila ingin mengatakan katakanlah, teruslah melangkah sedikit sedikit menghilang seiring waktu. Jangan takut。哇，好好听哦，韩后堂哦。每次用雨涵的歌曲，就是真的，每次听都觉得很被疗愈。就我自己也自称自己是疗愈系歌手。对，真的，每次都黑哈。我觉得亚洲黑雨涵嗓音嘅特质，可是大家看到嘅 MV，是你生命中人生第一拜。好像演戏的感觉，对，超。我觉得演戏真的好难啊，我有同感，每次都挺难。对啊，对，因为就是它是没有声音的，它这种画面，可是我在想，要怎么样让我的表情在画面上可以，就是看影片的时候可以感受到我现在的情绪。我一直在练习这件事情。是，大家看到嘅短片，因为佢一个段落，大家冇看到后面哈，其实后面有你一些跑步的镜头，对，大家就为什么要提跑步呢？因为听说你拍这个 MV 跑步吃了很多苦头，嘿冇？对，因为那时候在跑的时候，刚好我们是在海边拍摄，所以那个风其实很大，而且是真的跑。对，我真的跑直线冲刺，然后因为我以前算是100米的选手，很小时候3个时间。哦，对对对。但是因为后来长大之后，就是没有这么用力的冲刺这么久，因为我大概冲了200-300公尺，对，全力跑的，是冲刺哦。跑完之后就喘大概10分钟，后来又再跑，这样跑超多趟的，那天就真的非常非常累。所以你后来有跟导演说，导演我真的累了。没有，就我觉得因为大家都很辛苦，所以我那种不敢说话。不过你喺增减期都吃到很累，按有嘅感觉。就觉得打从心里很崇拜演员们，真的很厉害。对，不过你看真有意思哦。不过上一段节目台港讲到，你马上就有一个新的专辑，曲风可以先透露吗？可以，它有一个大方向，就是整张专辑走电子曲风。哎呦，哇！就是又黑某汹涌给转型，又是不一样的，而且创作方式也开始尝试越来越多元，对，开始又是不一样的，跟第1、第2张的方式也不一样，又不一样，对，每一张都有一个新的挑战。我觉得这真的很棒因为太卡会低哦，有青岛给你给出青岛给转型，不过你就会吃到也就会给封建，不过你想要在前面几个就是每一个都给大家惊喜，要跳脱大家原本对那个你的音乐的想象，对不对？对。而且亚种转型低度轻有意思哈，我们大家客家话听听，还有嘛个语言的低度，还有法语、老印尼文。你终于用超印尼文很多吗？没有，比例的话当然还是第2张就继续走吧，这首歌比较多。对，但是也有藏一个小小的彩蛋在里面，可以讲吗？就是我其实有唱韩文我们要进军国际了。有唱韩文，但是大家要很仔细听，他才会大概听得出来在哪。它是一个小彩蛋。对。因为泰卡可能唔知吼，这个雨涵其实给学韩文也是有一段时间吼。不过其实他真嘅客家话、印尼文，因为客家话跟印尼文算係你嘅母语嘛，错嘛？那韩语是因为你有兴趣，对，外来语，所以现在等于是多个语言就是同步前进哈，就是国际化 international。对，我们就是要挑战 international。哇，这真的是令人很期待耶，因为从来冇弹过吉唱韩语嘅歌曲，唔可以啊！真嘅很期待。糟糕，
我有种预感，怎么了？我觉得要进军韩国了，进军全世界。耶！唔但像那种人吼，去改还黑 YouTuber 哦，你到底想要怎么样你现在，大家就会有上运动，爱看个影片嘛，YouTube 的 channel 的影片，或者是一些比如说 IG 上大家会在那边跳舞的一些影片，对，所以我就想说啊，那我就也来尝试一下，所以也拍了自己的 YouTube 节目叫刻板印象，哈哈，哦，很棒，对他赶快知道，因为俺问题讲，哎，你现在会不会很忙？说很忙，我想这真的很忙，因为真的事情很多。我们刚好节目都呀，哈，我们要进行一个就是我们最喜欢的一个单元，就是快问快答。因为啊，真的没有给雨涵第黑马该题目，所以也不能想很久。可是如果你要想很久，也是可以啦，因为谁叫你黑哈嘎给创作疗愈系参与。好的，题目一嗨哈，因为艾迪你很喜欢一些韩国明星哈，所以第一题是黑共崔宇植同 IU 要约你去野餐，你只能选一个，你要跟谁去？我选崔宇植。你竟然放弃了 IU？ 你选崔宇植？对，我选崔宇植，因为我最近真的很喜欢看他演的戏。你最近看他的是？哦，我最近看他的是那一部叫，等一下中文叫跟纪录片有关的吗？不是，哎，对，我只记得韩文名字叫《可黑无里嫩》，中文叫什么？找到他那年我们的夏天。对，你看弟弟，他跟我讲韩文，我刚听不懂。你讲海迪那一部我也有看。好啦，你选崔宇植，我认同。崔宇植，因为你本人就是 IU 了嘛。没有。好的，听一题，在万人演唱会哦，就是你攻小巨蛋的时候嘛，好，大走音跟大破音这件事情，你不允许哪一个？大走音。为什么？因为破音黑都得把它圆饰的很像。它是一个技巧，但走音它走掉就大家都走掉了，而且我跟你讲会永流传，对，给影片大家都会上传，对，它敢会永流传，对啊，好，现在真的很可怕，还蛮快的哈，对，再来黑共，你只能带一只动物去孤岛，你会想带哪一种动物？你带柴柴，我很喜欢柴犬 ，Really？ Yeah. 那我可以补问吗？什么颜色？哦，白柴。你看我是不是了解你？太敢会凶都会赤柴，对不对？或黑柴、白柴，为什么是白柴？因为我很喜欢白色的物品，就是米白色，然后柴柴又很可爱这样。哦，白柴。OK， 好，那你知道黑柴是因为它是黑色的，对不对？黑柴它其实有白色的，那白柴就是白色。那你知道赤柴是？赤柴是棕色，没有，因为刺的。我觉得我要被铁柱打，我觉得我要被铁柱打了，对不起啊，是不是很冷？对，超冷。好，你可以用这。好，对不起，请问一下，黑共有几 B 演戏，你最想演什么角色？哦，哇哦，我觉得这个题目有点太那个哈，应该先讲，如果真的第一次演戏，第一个想要演的角色。但我其实是想要演突破。就是跟我一般形象不一样。尤其可能会比如讲，可能有一个创作才女，可能他在里面就要演很叛逆，就是跟你太敢看你的形象完全没用给。所以说 psychopath 这种精神病症。对，哎，我觉得好棒哦，期待，我觉得以后会看见。好的，供出一撒你最想合作的音乐人，国内外都可以。他有可能会讲一个俺名字给Aurora。就是最近清风合作的那个歌手，我真的很喜欢他。那你现在许愿呢？我希望你有一天都得老 Aurora 女神一起合作，我在那边许愿。我跟你讲，就是一年有许愿才会有机会哈。最后一个，请问，请说出一个你认为最没有资格成为脑年大旅团年度前3名的选手。这个真的是，你可以说出一个吗？黄雨涵啊，你真的很聪明。轻级，还用够就冲哎哈，真赢！谁出的题目？坏蛋！你知道，等一下去惩罚他哈。好，乡亲朋友，今不依呢绕墙是喺呢度節目地讀到大家嘅分享，是希望大家做啲都看到，其實佢冇用嘅面相哈。大家看到雨涵係安樣人，可是你看佢真係係動定一下，可是佢咪真係動要才能，動要才氣嘅一個社會哈。今年是會出新專輯嘅，所以好期待，請期待哈。今天感謝嚟到鴉片，新專輯都要來哦。好。耶，一定要哦！好哦，感謝啊！那睇你下女時繞場呢個鄉親朋友強下啲做認同了。
仲去福喜樂呢個所有嘅朋友會記得去到福喜樂呢個免數傾站，喺度聽嘅你客家電視嘅 YouTube 頻道，讓呢個影片呢分享出去哦，感謝大家。